后来拄则新闻一开始有报号乡亲知，讲真有名的网络的红人馆长陈之汉，伫家己所开的健身馆的门口，互一个男子开枪，家在送病院开刀，状况稳定。若讲到这个网络红人馆长，伊的网络的声量真悬，甲恶佬、甲配相的，拢总有。 倒伫涂骹的馆长大声咧哀，看起来真痛苦，是因为着枪。我中了2枪，希望大家，如果这次我不幸死的话，请大家一定要传承我的精神。就算讲是痛，嘛爱甲民众讲话，毋过会向开枪，是因为开直播。让我摸一下嘛，你就一直摸我的胸部。 摸我的手，你手没有停过嘛？身为网情的馆长，啥物大细项代志拢会直播，甲网友咧讨论。这几档红起来，就是因为伊假抢佮假讲。他针砭时事啊，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些风格，时不时的话，会有一些三字经的一些露出。那所以呢，很合网友的一些胃口。这样子啊，口头禅啊，要喊没有这种呢。哦，李小姐，你要选举了。 哦，你不要炒新闻。啥物拢假骂，啥物拢假讲，互馆长有一批死忠的迷众，嘛惹着官司。2019年，馆长直播测李婉玉因为妨害名誉去起诉，赔偿100万。出庭的时，阁有真侪迷众甲伊赞声，就算是负面的新闻，嘛无影响伊的人气。昨天我也被大陆封台了。本来我在大陆是看得到关于你爸爸贪污的事情，那今天刚好这个机会，可不可以请齐迈兄来跟社会大众讲一下？ 连政治人物拢想要甲伊合作。网络上面的一种换粉的一种效果，政治人物的粉变成馆长的粉，那馆长粉也变成政治人物的粉，所以两者之间呢就有相互拉抬的一种可能性。虽然馆长伫网络顶悬的人气真悬，不过发言的争议嘛袂少。 伫网络顶悬有人恶佬，嘛有人骂。即届开枪的事件嘛是因为直播引起，就算讲是网情，若是讲唔对话，嘛有可能会惹祸上身。